香港人最緊要係乜嘢呢？同5億塔長個答案係一樣啊！最緊要係有得食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一早咧第一時間就去咗深圳嘅大學城裏邊嘅飯堂。唔講都唔知啊！深圳大學城咧係有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同埋哈爾濱大學。我哋隊咧都係第一次去到呢啲全國第一嘅學府嘅校舍。唔好意思啊，冷靜啲。我哋而家嚟到呢個清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嗰個體育場地啦。好好天氣，好開心。今日嚟交流，好舒服。今日嚟同啲大學生交流，熱火交流。第一場呢，我哋就對呢個文山湖女足啊。咁首先就嚟翻個交換錦旗嘅影相先。再拍一張，等一下，過啲阿鵬。準備，1、2、3，好，可以換。再來一張。好，謝謝。近啲。第二場對我哋嘅老對手 Footy Girl B 隊，跟住第三場呢，就係對呢個十光女足啊。其實我哋喺南山杯已經對過一次噶啦，又再嚟開波之前拍手先。多3場呢，就去到呢個頒獎嘅時間啦。我哋好 impress 啊！佢哋頒獎嗰陣時係先講晒咁多隊名，而且講隊名嗰陣時係非常之 hyper 嘅。最緊要就係踢完去食餐好嘢，拜拜。